女童遇溺，10尺外救生員冇反應。患有癲癇症13歲嘅陳詠琛送院嗰陣已經冇晒知覺。同詠琛相依為命嘅泰國裔媽媽趕到去醫院，已經見唔到個女最後一面。同詠琛一齊去泳池玩嘅7個同學，知道詠琛救唔返都好傷心。尋日4完晏，阿琛同同學去虎山道泳池玩，當時只係開放室外呢個8字形嘅嬉水池，嗰度有4個兒童滑梯，水深只有2尺。阿琛同同學喺嬉水池各有各玩，到下晝3點，女泳客以為佢玩閉氣。3分鐘之後，另一個泳客覺得唔妥，但係10幾尺外嘅救生員冇反應，再叫另一個都一樣，唯有親自跑上瞭望台。哇！有人浸親啊！救生員先知大鑊，落水救起詠琛嗰陣，佢已經冇晒反應。警方事後翻睇泳池閉路電視，但係就影唔到詠琛點樣出事。而家查緊到底詠琛係玩滑梯出事，定係癲癇症病發遇溺。泳客指責救生員睇唔到有人出事而延誤拯救就唔啱。